来看新竹市发生车祸，伫咧半暝3点，经国路2段有一台轿车凶猛撞入去工地内底，车顶4个人死亡。若赛车15岁驾驶绕跑去互警察抓到，不过伊讲伊家己毋是赛车的人。 警察消防队员伫一台银色轿车头前提破坏器材，是要撬开变形卡式车门，因为车内无乘客受困，现场就亲像甲阎王抢人共款。事故发生伫半日透早差不多3点，迄时阵一台银色轿车经过新竹市经国路2段的时阵，不明原因规台车弄入一个建筑工地，一个男性乘客当场被抛出车外，3个男性乘客卡伫车内送去了后，3乘客救无转来死亡，还有一个乘客意识昏迷，因为脑死加速放弃急救。一名原本喷飞的民众先行送往台大医院，后续3名民众经过脱困之后分别送往台大、马街以及国泰医院。现场的伤者伤势皆为身体有多处的一些变形。警方初步搜查，无伫车内发现违法的物件，不过肇事驾驶伫案发了后失去影者。警方陆续调查周边监视器影像，比对相关事情了后，驾驶技术是15岁姓谢少年，警方已经锁定追查。初步位于车内发现违禁物品，肇事车辆合计5人，1人事故后离开现场。本局现已掌握驾驶身份，全力查缉到案厘清。你否认是驾驶吗？你开不是你上车开车的？车是你开的吗？姓谢少年被抓了后，好人犯案，因为捌涉嫌伤害遭到通缉，所以才会逃走。警方继续咧调查真相。这个工地原本是护肤养生馆，结束营业了后，转互别人接手，来进行征收，却传出车祸意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